公客运初八开始，台南、高雄、到屏东等各道路线停驶咯。分林路西里转运站的经营权嘛结束，西里线会交予统联客运接手。有民众是反映讲哦，未来就爱改到西里交流道附近去坐车是真无方便。办公统联客运买当来西里转运站接送人客。初八透早，民众去西里转运站摕国公客运来回票来退钱，因为为初八开始，国公客运台南、高雄、甲屏东等各道的路线全面停驶，同时嘛结束西里转运站的经营权。那若西里的路线即时开始，由我统联客运来接。这个一个记忆，从小到大的记忆。今天最主要是来退票。对啊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。比较就是在那个外县市会比较不好搭老岁仔人较无去坐车。有不少乘客专工伫咧上尾一天的买房车，来到西里转运站见证甲翕相。西里转运站从2013年启用，由国公客运经营。即马南部8条国道的路线停驶，嘛退出西里转运站的经营。地方的民代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予其他的客运来遮进驻。我们会希望说，在这个地方尽量不要空下来，也可以去媒合一些其他的客运，比如说像是统联客运，他们也可以愿意进驻。必须到统联的那个站址去搭乘，离这边的转运站是有一段距离，那民众也有反映说不大方便。那据说，这个西罗镇高公所跟那个县府会在协调，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当地民代表示，国公西里路线由统联客运来驶了后，坐车的地点会改去西里交流道附近统联的车站，离市中心超过1公里。地方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到3天，予其他的客运来进驻，或者是安排部分的车帮会当入去到市区，予民众坐车安全佮利便。云林县府交通管制工程局表示，会邀请相关的单位研议可行的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